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有民众来检举，讲台中大甲镇南宫迄阵纯金仔的金妈祖，并不是用纯金来打造的。民众是来控诉到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诈欺背信。也毋过因为已经超过10年的追诉期，所以地检署来结案，并无来起诉。当年做即阵金妈祖的师傅现身来说明，伊讲伊要做出一身4尺2的形象。当然是爱靠铜来经来做骨架，所以当然袂是纯金来打造的。伊讲指控的人无底线，连一点知识都没有，200多公斤的黄金只有差不多这样而已呢。伊是2005年制作台中大甲镇南宫黄金妈祖的师傅，民众检举制作金妈祖金仔的重量，毋是外界知影的276公斤重，指控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涉嫌诈欺、侵占、背信。检方透过证人的讲法，认为这身神毋是纯金仔落去做的，黄金嘛无达到270公斤重，毋过制作金妈祖有142公分悬，若是全部要用纯金仔落去做，就要用超过2吨金仔。那么制作过程，师傅嘛感觉真难。实际的黄金有276公斤啦，先做铜胎，这个铜胎跟这个276公斤不能混在一起谈啦。你没有铜胎你这个支撑就坏掉了啦。用火落去镶金仔的过程，金仔的料一线是正常的。师傅讲，逐工用偌济黄金，庙方拢有记录。委托那个黄金来做人家都会派人来检查、来称重哪有可能偷工减料10几年前，用1年时间伫咧制作金妈祖，嘛将做镇南宫妈祖文物馆镇馆之宝，使用过程真侪分了。不过师傅嘛是真认少为妈祖服务机会。金妈祖方检察官认为毋是纯金仔，不过因为超过10年的追诉期，所以结案无受理。镇南宫嘛无对外说明，不过各界嘛是认为师傅爱有伫咧做代志。号称这一座是纯金打造，妈祖结果不是纯金的。您现在要我去查一个94年的，94我觉得年，台中市政府这种态度就是在推卸啦。公庙里头财务有问题，是应该去向地检署、法院去申告。民政局你们没有听过说谁去查什么公庙把人家移送的？镇南宫金妈祖毋是纯金仔，互信徒感觉真寒。进行镇南宫的财产考核要做一次的总清查把这个真相交代清楚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信徒为了还愿写信，甲辛苦讨赚的钱，变作是一块一块金牌献给妈祖。金妈祖金仔的量到底敢有纯？互大家拢讨论甲离不破。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